舉起鋼杯維持水平高度，舉夠目標時間即袋一嚿，爭奪學員排名，展示聯盟威望，大力王獎杯等緊你。盡力，即係唔好放棄去到最後一下。冇錯，好似我哋嘅訓練原則咁樣啦。OK 喎，穩定喎。幾好幾好幾好。你而家有幾耐？樣幾好。hold 住啊，繼續啊！ 3，仲加油啊！你睇佢浸得幾勁！舉完一輪，結果出爐。多謝我個教練悉心栽培。哇，好辛苦！我要留翻啲錢俾我女買 iPad 啊，爛咗啊！開心啊，試樓啊！多謝 Brandon，多謝大家。係啊，多謝我嘅教練福我今日呢個時間有得玩呢個遊戲。係啊，手震嘅原因有好多，多數同肌肉疲勞或者肌力不足有關。訓練後適當伸展可以幫助肌肉恢復，同時亦避免突然增加訓練強度，俾肌肉適應時間，咁先可以有效增肌。女學員組觀塘分店殺入第1位，男學員組仍然係林山獨佔鰲頭。快啲留言，下集挑戰嘅分店由你話事。